在地人在地前要来讲台南的美食是有够多。成功大学历史系有一个副教授讲，若要食台南的美食，就要先了解台南时间。啥是台南时间呢？来看咱这个报道。台南中西区上个礼拜的居民饭桌吧内顶有真济菜，这拢是日常的口味。不过拜六礼拜去观光客就无多食到。出名黑人猫老店铁门嘛拖落来，想要食到真正的看运气，因为头家为了坚持，无买到好的火烧虾，无要做生意。伊的肉圆是虾啊，有水才有卖的。台南的美食有够多，真的观光客拢是专工去的，就惊讲呢，巴肚枵枵，一座路搁遮远，去到现场煞无开。要么对在地人来讲，伊拢真了解头家的个性。这间鸡汤面伫台南真有名，你若想要去上保险的做法，就是拍开面册，较认一个。是这间店，你唔通当作讲大部分的营业时间拢食会到，你为 Google 去看你就知，一礼拜敢若卖2工半。伫台南想要食到好料理，就要搁看时间。清大历史系副教授谢树演讲，伫台南生活爱先了解台南时间。拢会知影呢，休困时间拢知，啊有诶卖透早就无啊，你嘛是拢爱知影。台南的店家应该比较随性吧，想开就开。有一种时间叫做台南时间，伫遮开店做生意的头家，每一个人有伊的坚持甲理念，造就了台南独有的生活节奏。